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要同大家小姐问嘅咯，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哎呀，什么人都懂好嘅东西，用嚟讲咯，一只东西本身识咧以后啊，什么人青春时系嘛嘅。就是你的外表嘛，我想到讲当中的啦，古时候年纪进来进太，你身体啊、面的啊，要的胶原蛋白，讲搞正要到东西哦，我浅浅的流失体。唔过今日就可以来同大家讲，要只动油，大家可能有节目就吃到动油福气，因为今日就会同大家小姐要只好食的东西，叫黏黏的搞正咯。今日来分享今日的来宾，分享卢金南卢爸爸你好。电视机头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卢金南，好，分享卢爸爸，韩国接下来我分享这个演导的来的哦，接下来分享 Blair。电视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Blair， 谢谢。有些紧张，不过冇相关吼。你今日要同大家小姐嘛嘅咯，邀请呀两爸爸韩国来嘅来到呀节目现场，要同大家小姐好食的主角哦，韩国大家听说爱就是认真来看呀西嘅节目，因为今日要送本大家5分的主角，要用嚟得到夹爱来看今日嘅节目哦。第一集好，我就可以先上来问一下卢爸爸，一只主角，我有看到资料。做乜嘅？我會按上愛啲嘅內容咯，因為佢係對外國轉來嘅哦，係冇？係啲哪片轉來嘅？對加拿大溫哥華。哇！那主角佢到加拿大去哦。哇！愛演嘅素材，嗰啲加拿大嘅上講嘅係。就会看到洋人的手材，因为主角上海我们华人，我们比较常他说是的料理嘿，这种料理方式是我们华人的料理方式，是同洋人的料理方式冇共用啊。古时候也店台湾的主角的店开到加拿大，我想问一下生理用版。有移民去溫哥華嘅，印度大家都有去過我的店嘅。哇，古时候去过加拿大的华人，全部就有去过卢爸爸的店，是可以這麼講。哇，那洋人呢？因為主角喺台灣的球迷，洋人的接受度怎麼樣？洋人的接受度真咁咩？見來見過。因為有個台灣的朋友會帶加拿大的朋友去食。因為傳統地方是後來有人自家都會去嘅，所以我覺得人行要見來見到。唔過我想講吼，畢竟兩種嘅方式係冇共用嘅東西。像東嗰個人唔好食你台灣嘅東好食嘅美食啊，比如講乜嘅豬血糕啊、臭豆腐啊，韓國也係動物嘅內臟一啲東西。主角有一隻鋪粉，我想可能嗰個人唔會懂，可能會講就是那個橘子嘅鋪粉，會冇？太鹽啦，嗱咧黑話都講。太鹽哦，好可以來嘅太鹽嘿。河洛話講卡地啊，嗱你黑話都講太鹽。太鹽都最好食嘅部分。嘿，為做乜嘅講最好食？台灣人去，如果往外攞嘅太鹽，因為太鹽伊冇一個油脂，伊都搶勁。嘿，卡地啊吼，伊都嗰度勁哦。那台灣人都拿來啤酒聊天最好嘅。韓國寶寶嘅米絲就當好。我一個人一路唔曉的是，其實我哋一台人要處理嘅吼，動槍嘅。我哋唔單止講是韓國，我哋有伊傳統濕歌。有跑過，一共要做4道手續。4道手續，所以我哋咧腳太要處理嘅動槍。古時我哋我覺得吼，也係都風俗習慣冇共用。所以我個人看到太人，較唔敢食，係喺我講就錯嘅。東方人都較愛。
不过讲到呀主角啊，个人没有同好色的主角啊，就是德国猪脚，对不对？呀，台湾的主角同德国的主角生来有嘛个口感，也係講料理方式有嘛個無共樣。我對觀眾報告一個熟悉，我哋去年2014年喺溫哥華，呀德國2015年，就去年，2015年呢，呀德國文化節，有嚟邀請我哋萬人主角，來啲鄉下擺一個場所，哇！再 PK。PK 哦！結果人哋萬人主角買比個好。哇！比德國的主角個好。德國人都，以前德國主角冇事的，是人哋萬人主角。哇！佢也就知道台灣的主角同德國的主角有乜嘅無共樣。同大家講一下德國主角，顏色嗰位德國主角就係蒜頭有標馬鈴薯泥，還有有標嘅酸菜，德國的酸菜。嗰種嘅料理方式同你台灣的料理方式哪片無共樣？而家都做法都歐洲嘅做法，而家都共樣。文化傳統冇共樣。嗰所以連德國豬腳做法，台灣咩當到德國豬腳，差唔多嘅方式。但係呢，以前做出來德國豬腳，一路安尼一圈哈，都一沙一圈，按多。有的人會是唔係，有的人食到嘅味道，那呢？我有一些嘅呢個嘅感覺。一路過鹹。過鹹嗰時候要用個鹹菜來批。按人哋慢慢煮掉，人哋唔是蘸一個佐料，本身都怪香。是呀，我炒到呀，我就批到呀，東香嘅味是。唔過啊，像呀豬腳係安尼，就係較發炎嘅東西呀，呀種口味嘅豬腳。做乜嘅？盧爸爸會想愛去到呀國外，去到呀加拿大來開店，這是一個我知道係一個懂跳痛、懂無共用嘅一種看法。我去到溫哥華開一個優美喺我人生的規劃中，跳出我的規劃。我本來都想要帶生意嚟去讀書。阿用會讀書讀到一半就變到做主角，堂講不係沒嚇一跳，對不對？也本來都我哋生意一啲北溫哥華。後來一年讀大學嘅，一路也不咧太路走到多倫多約克去讀嘅，也弟弟跟妹妹都走去維多利亞，去讀維多利亞大學。維多利亞大學同我喺啲地方都過圈嘅，過圈，我太太都做編導，阿爸主角嘅編導哦，唔係，以前是乜嘅都做啦，做久嘅仲會輪迴循環，會做到主角。也同學都愛啲同學親口去看配音的片段，配音的片段全部就較好聲。一定都幾大聲，是的，迄個都有一年，一個同學嘅媽媽、爸爸都來我度下，同我拜託，講伊哋愛轉去台灣咧。無人做片當不要來，拜託我哋做好冇，咁我都明個人都拜託嘅，人哋都順水人情哦，順勢做假一兩集嘅唔怕，我都答應伊，結果我安尼做落去以後，過一個禮拜，都當到台灣人咧，造成轟動了，是不是？你一代學生嘅都帶入爸爸媽媽，都當我都卡啦，哇！都拜託我嚟做嘅，佢下一天去嘅都唔咩只有當主頭，啱唔頭以為做嘅，哇！一定爸爸媽媽下班咩無閒，都拜託我嚟做啊，嗰時候我都
也顺手做10集有咩安尼做，结果做到8个集咩安尼做。唐公不是有看到跟8个集片动的用诶？对，那时候暑假回去嘛，然后就想说回去玩的，后来发现，哎，怎么我爸妈开始做便当，然后还有帮忙开车要送到我妹的学校，跟我弟的学校去，对，就要帮忙送这些便当。哇，鼓手啊呀，主角的魅力真嘅係大家就冇辦法去抵抗吼。好，今日嘅呢節目就係同大家小姐呀，好食韓國有食過洋墨水萬滿主角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分享哦。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上一趟節目同大家小姐也就好食韓國去到國外吃過洋墨水嘅萬滿主角哦。接下來，我就有一個問題啊，上來呀主角伊種係你種係家常菜用嘅，你當到烏卡人啊，人下當到嘅時間，有上次就會呀播呀主角來食。上來盧爸爸韓國不係加烏卡嘅主角有乜嘅按貼片按摩共用嘅素材，繼續來問一下爸爸，你阿烏卡嘅主角啊，呀有哪一片嘅素材同大家冇共用？呀係唔係唐講係同一隻當有名嘅呀萬滿主角嘅創始人，你直接傳下來嘅？係，也個都係老師傅啊，我愛係義父。義父係，因為伊講，伊愛真是用一個傳統的手圖哈，伊講當麻煩，伊講係不如做椅子如何？按你路上係當麻煩的事。因為那種動作要被技術，一般來講就會傳子的，對不對？係，伊也個路一個傳子路不傳外，傳外路不傳子。鼓手佢係傳子，鼓手就講究你做乾兒子。錯。哦。鼓手呀，技術啦，係同剛下講師傅人都嘛改名，老師傅。王一弟哦，同個老師傅學嘅，佢係萬滿主角呀，他大家去上網去查一下，就看得到佢嘅資料，真的是萬滿主角的創始人哦。錯，一路係福州人。哇，看呀哈，你看到嘅相片。係。哦。一路係福州人哈，一路改做路唔前。從日本戰爭一路過來慢慢，簽野球，後來路戰爭咧，一路愛轉去福州路轉唔得咧，所以一路留下來啲慢慢，一路啲個老一個主角來維生。唔過呀，佢呀按好嘅技術啦，這樣是唔同佢，佢係因為愛留一技術成本，讓你做一乾兒子。唔係，也係講人家都有乜嘅特別嘅緣分。也係講起來咩過次咩，我下巴邊咩因為講我也生意，我播滿路唔可以播到講啊，我嚟做一個主角。因為我本身唔係學藥嘅，我是自己去屋嘅，自己去別墅。老師傅同我買一間別墅，底下出租。後來一路時常來看業務嘅。有一年咧，我哋嘅小滾水，嘟好我種了嘅個蚵仔生搶價。我自家啲嘅煮飯、煮水、煮茶，我本要供應室，一路顧下來同我哋聊天。因為伊講嘅福州話口音當重，我聽唔到聲，我都搶啱頭啲，一路罵我，伊講我罵拿點頭，因為我當成之，都按嚟都啲提嘅嘢，後來一路從到我喺辦公室咧，閒嘢都會過來聊天。哇！後來有一年咧，同我托我白絲，我講嚇白絲這麼私密的事情。係嗰時候我同我太太講，老師傅同我托白絲，我太太講也按老人能講伊咩？我講我唔係講伊。想講佢喺中嘛？係我講伊買件不同我托白絲。
我太太講必啊，可以有我做乜嘅？後來家己幾生日嚟，人講，伊講唔要想學主角喎，係教我嘛。哦。伊都按嚟講，因為我哋慢慢當到年我哋學，因為筆試唔合，伊都冇去教。拿幾多錢幣，伊咩唔買，伊咩買數，伊當有顏值嘅人，係老師傅。愛看緣分，愛看一張人有適合傳啊屋開家傳的秘方冇。古時候有一家傳秘方以後啊，盧爸爸就開始，聽講係去到北埔來開店。去到板橋。板橋，也係南埔灣蠻嘅東西帶到北埔去。板橋都老師傅。再練老師傅去前店嘅，也喺板橋嘅店面有咩老師傅看咧？哇！因為老師傅又會看天氣、看風水也嘅，又學也嘅。老師傅伊除咗識得會做以外，伊咩會武術啊？哇！古時候全部就老師傅聽得你，皮得你衝下去做嘢按到北上開店啊，做嘢主角啊，做出暗好色的主角啊。古時候我一下就會上去來問一下爸爸，就係講呀主角啊，大家就上去來識，大家就可能上去自家來做。呀主角係唔係愛用嘅條通，才會讀到好嘅主角？主角基本上主角都伊係。表面冇乜嘅問題啊，運動都好嘅主角。除咗有主角講有舒爽啦，外表看得出來嘅，佢都冇嘅。一般嘅主角好外表冇乜嘅問題，我相信運動班冇乜嘅問題。唔過剛才有講到啊，人家就一台灣嘅秘方、台灣嘅技術帶到加拿大去到國外來開店。啲國外人就用嘅主角係台灣嘅，應該唔係嗬，應該係用加拿大嘅。當地嘅主角。因為當地嘅人嗬，當到台灣嘅移民去到溫哥華嘅，我同佢講，佢講，你啲主角用按模式啦。因為人係乜嘅問題啊？台灣嘅主嘅主肉當好食，因為人台灣主嘅有羊過。我冇按數，加拿大主要係冇鹽嘛，伊哋都個數，啱過好嘅老師傅當初要講啊，咁樣嘅，去一個腳底線，去一個鮮味肉嘅，仲有嗰種我哋老嘢我哋嘅肉嘅都要變落去，去它的腳底線。哇！古時候有懂批下這片呢豬肉來調整我們的配方。是。哇！韓國是主要我先講一件事情，乜嘅就係我會講蛋糕有毛，那個幾張毛看到就會知道僵。唔會，我哋咧主要處理嘅動槍，樣講我哋主要送來去，我哋都先用。噴槍，人做水嘅那個做噴槍，那個噴火的那個噴槍，規則主角我哋都會噴到安尼是把焦安尼。其實作用係乜嘅？留毛小鐵。錯，有兩個作用。我哋客家。今天我同大家來分享做乜嘅主角，我攞佢少少啊了。我大概探翻到詳情講，我一行嘅我都係講啊少一嘅毛。女行嘅，我都係講做乜嘅，我少一嘅皮，我少一嘅皮，攞起來讓我翹，你唱嚟嚟少一嘅羊肉爐，羊肉爐嘅毛都薄槍嘅，做乜嘅我用噴槍少嘅皮，如係我攞起來一個皮，讓我翹。一種給他那種炙燒過後的感覺，同冇？一個土地屯係少主角咁樣。按外行嘅我都偏於講少一個毛。係啊，根本依看福起來真係要福氣嘅，就啲嘢也少一那毛有幾重嘢喂。古時嘅一下真係就當上愛啲。我看到那個 Blair 教他啲嘅切嘅排主角後，韓國幾條明星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可以快點拿過來嗎？哇！大家看，要讓主角啊，
因为阿群妹啊，我真的懂好食东西。古时候爱看要只皮啊，要只皮同底部一浓，叫做猪浓老猪皮，浓的泡芙唔会动盘呢。呀，迄唔係有乜個特別的秘方做得本期無按盤，迄有去調透個無按皮的豬肉也係用。唔係，也個都係撈起嘅吼，嘅底部嘅油脂，咱哋中藥底部伊會分泌出來，所以咱哋撈嘅豬腳，嘅豬腳油也當多，咱哋撈起嘅差唔多80%到90%嘅油，咱哋都我哋煮出來。哇！所以能食起我感覺冇乜個油樣嘅嘢。古時候呀，豬腳生唔會皮臭冇？哎，差。古時候我們可以吃豬腳、不蟲豆、餃子，唔過它不會吃到那麼多的豬油。哦，是。哇！韓國人家他吃了一堆原味的，人家他愛撒下來是蘸醬的。韓國人不還豬腳聽到愛溫呀醬，錯冇？嘿。又係乜個醬？一個醬，咱哋都用腐底油去熬嘅。用腐底油去熬，哈，熬裡邊我們有幾種配料。不能講是秘方就對了，但是真嘅懂好深呢。哇，豬手啊，要叫厚色類豬腳。吃了唔會皮，就是說得吸收滿滿的膠原蛋白，還有按到某個公司想休息一下，阿群妹囤一下牛，好，拜拜。好，分享真到福起來嘅，我係鍾意群阿群妹，好噶，阿群妹食到幾隻豬腳真係都好食，我清好食那種食起來唔會動皮嘅豬腳嘅。唔過撒下來啊，出去嚟問一下，呀豬腳啊，竟然都國外，韓國國內，韓國呀哈，竟然都天一胎問 Blair 在經營了，對不對？是。你一開始有想到你要經營豬腳店嗎？因為連爸爸幾次都冇想到。跟你親感哦。我自己那時候只是單純先幫忙家裡的事業，就是幫忙餐廳。對。可是我自己其實也喜歡其他的，想做其他的工作。比如說，那時候因為我喜歡運動嘛，喜歡打一些武術那些，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其實是沒有跟我爸媽說，偷偷的自己去報軍人跟警察的職業。對，所以是要簽志願役下去就是了。本來就想要對我知道我爸媽會反對，可是我就不想讓他們知道，所以我就偷偷的自己去報名啊，自己去填 resume 進去，直到那時候警察的那個通知信來家裡信箱，我爸媽看到了，就說這是什麼東西。就直接來我房間跟我討論一整晚，跟我說服我說不要去做，因為太危險啦，然後又怎麼樣擔心啊，要幫忙家裡的事業嘛。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好吧，那不然就放棄這個想法，然後幫忙家裡的餐廳這樣子做。哇，那也沒懂油好哦，很糖花啦。很糖花。韓國呀，不也是跟弟弟一起在經營。我有一個弟弟，對，那弟弟現在呢，就是負責我加拿大的餐廳，那我就過來做亞洲的市場。那他的個性因為比較內向一點，他就負責內部的一些管理，那我就負責是展店跟就是做一些外面的，就是對外的管理這樣子，所以一個內一個外負責這樣子。哇，都好呢，咁樣兩張來耶，韓國都係挺舒服開的事情，一招啲國外，一招啲台灣，哎呢，互相聽數，相幫相聽。那我想問一下 Blair，就是你本來啊，你念的東西。我大學是念商業數學的。商業數學，對，好，沒關係，我覺得要周省離應該也是可以用得上，對不對？對，就還是就是因為家裡的事業嘛，就幫忙做。那之前其實也有做房地產中介，在溫哥華也做了大概5年有了。那時候也剛好爸爸還是有想要做蓋房子的這個興趣，因為他其實還是很喜歡蓋房子嘛，所以說那時候我就幫他，然後就一起去
考了这个房地产中介，然后帮他去买房子、找房子盖啊，这样子，对，也有帮忙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做按都没空用的条路啊，你跟他讲本来想要去当警察，韩国又想要做那个房产业，那撒哈来做这个猪脚。七嘎自己煮嘛，其实你每道工都要自己来。其实一开始我都是亲力亲为，都是自己做，因为在厨房的话，我自己。因为爸爸以前也是这样子做下来嘛，那我就会跟着这样的传统一起做，然后在厨房把整个流程都做过一次这样子，所以我才会了解每一个步骤的环节，对，然后这样子我爸爸他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帮忙他在餐厅就是把这些步骤把它做起来，做一个 SOP 标准作业流程。标准作业流程。对，因为爸爸他现在就是比较不去不在餐厅啦，然后就会我尽量不要。爸爸半退休了。对，不要让他尽量在餐厅这么累。那我就想说，我就把他的步骤把它做成一个流程，然后传到餐厅的厨房去给他们做这样子。标准化真的很重要。对，就数据化它。对。人家就会后上瘾开始有几个想法，我来给你试验呗，错吗？可以啦。韩国兄Blair 自己亲力亲为啊，在厨房我们都知道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是。你看厨房那个，尤其是像你们猪脚要刚刚讲要喷枪喷，要喷，然后要刮，要烫，是的。然后我常还被烫到手啊什么的都会有割到啊，所以以前我都提讲，以后我做房地产，我带我的希望带希望，好，因为我后生都希望嘅，好，我讲。那你一年问过我一年洗2桶3桶喇叭，结果伊讲以后呢做传堂，按辛苦，我讲敢唔肯因为讲我做传堂都唔怕，好，行行出状元呐，对，好，敢我人生规划，我没冇半亩嘛冇半亩當個，有年就為了做餐廳，我同學大家都我人我本身都。廣告設計嘅，所以我同學全部都講唔會做傳單。冇啦，建設苦就會有前途，錯冇？係啦，係啦。古時候呀哈唐貢還有懂得會規劃，係唔係？去年的台北呀，很熱鬧的地方，信義區開了一間餐廳，傳堂下後，爸爸係唔係有乜個計劃？也計劃都板橋嘅店嘅7家店嘅，以前嘅老店有漂本人，香港喺多期去嘅，上個數了這個做，對，那我爸爸他希望說能把這個王一娣的這個萬人豬腳的傳承的故事做一個故事館這樣子，故事館，對，來紀念王一娣老師傅這樣。做的萬人豬腳嘅觀光工廠。順便做一個紀念王一娣老先生的紀念堂，讓大家知道萬人豬腳原來是王一娣老師傅創立的。對，總統也唔定呢，因為你吃東西聽說愛地價嘅，我覺得做對地價嘅文化，做對地價背後的意涵，你對大家來講，吃東西是一種享受，唔過咩係一種好心呢，對不對？韓國除咗呀以外呀，有去到台灣的豬腳去了加拿大，聽說還愛去拍 V 哦，還愛去那邊。去米貴。米貴哦。西雅圖。西雅圖，韓國。中國也有開了一家店在佛山，對，那預計也在上海想要找店面，也要準備開那邊的市場這樣子。哇，唔過呀，台灣的 Q 去到大眾手菜，是不是也要適應一下這些文化的衝擊？是有一些口味上的差異，不過我們最主要的原料啊，還有主要的味道不會走掉，因為這是保持我們老師傅的傳承的味道嘛。那只是在鹹度、甜度上會有微微的修正一些而已，符合當地的口味這樣子。哇，爸爸你有吃到東京歐冇？看到倆兩隻來嘅，也下開店咧，韓國愛去到國外，係啊，有吃到很開心冇？有。好，跟有嘛個鼓勵嘅發想來同來嘅講。你想講繼續努力下去哈，愛去後輩。我走我都會去看哈。哦，你還逃不過爸爸的那個手掌心。爸爸也下同來嘅大款，所以打幾多款？也下喎，
有80分呢。80分，哇！我吃到有99分呢。哇，韩国还可以依照传汤底都不只是只有卖猪脚，其实还有其他东西，聪吗？哎，是。对。我们温哥华也就是在温哥华的台湾餐厅有卖很多也是台湾的特色小吃，像蚵仔煎、蚵仔煎啊、咸酥鸡啊、卤肉饭啊。我们卤肉饭去年还得了温哥华最受欢迎奖。对，是大家投票，对。哇，古时候要这类东西啊，创新，韩国多研发的经营，之后全部都懂重要。韩国有一张，你知道泰嘎兄二来吃猪脚啊，现在很多都是走宅配的路线。是。那我如果宅配回家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它的包装？现在呢，我们因为就是讲究比较卫生嘛，所以我们猪脚切了都会真空起来，然后客户买回家以后呢，他们就解冻以后直接泡热水，隔水泡，泡热以后剪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很方便的。所以这是很方便的。是的。鼓手啊，刚刚讲到呀，真空的猪脚啊，今日就系没爱送本泰嘎，真的是爸爸同 Blair 就很大方，爱送5分本泰嘎哦。泰嘎听说爱看 Andy 福喜来嘅 FB 的粉丝专业锁定这个讯息，韩国下半留言就是在得到 Andy 的猪脚哦。Andy 今日谢谢 Blair， 还有谢谢爸爸，什么？谢谢。韩国新闻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Andy 等下还有运动单元，天天欣赏向下来运动哦。新闻大家张来了。